台南府城下太子何义堂举办金殿混元一气大上帝圣诞祝寿科仪，虔诚的信众奉献着7两2钱的金牌，嘛来做碰饼礼盒，要甲信众分享结缘。用7两2钱的纯金牌，价值差不多100万，甲混元一气大上帝圣诞来祝寿。这位虔诚的信众，并且甲百年规律发饼店合作，有碰饼的礼盒仔，甲这信众结缘。有这伴手礼，这碰饼，就是要互咱这伊的这个身躯边的好朋友，要互食一个脆甜，互伊安尼一年拢会当安尼身体会当安尼平安健康。台南市府城何义堂的管理人王正如特别感谢来自各地信众的参加，同时嘛为这信众祈福。要敬上苍，写3届。另外，这碰饼甲棉仔糖，嘛互信众感受到创作者的用心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